新闻一开始，先来看高雄金武一个查甫人赛车赛倒头向，这警察去甲抓，佮无要配合，佮想要赛车去弄警察。这警察是当场甲开15枪，甲人掠倒转来。结果这查甫人说讲，因为家己是无下安全带，才油门吹落较轻栓。这专案是依照公共危险罪、甲毁损罪移送法办。开枪！在哪里？后面。民众赛车挡红灯，听到庆声，惊甲嫌伊破打，原来是警察开枪要砸车。这台黑色轿车原底是驶伫仁武的下海路，因为驶去对面车道，被警察发现砸落来，驾驶刷油门打落水浪港，一路走来到三明区的台中一路，被车灯挡掉了。看到远景约过来，佮想要赛车弄远景，远景看办事唔对，才开枪阻挡。旁边那警察没闪就掰了。当着远景对黑色轿车开15枪，也是互人选去，加在无人员受伤。专案小组远景透暝伫嫌犯睡厝的所在掠着人。警方表示，这名45岁姓李的查甫人有毒品前科，初步排除食毒食酒赛车，车顶嘛无找到违禁物，不止个嫌犯一路违规个拒检，赛车要弄警察，会按照相关罪名移送侦办。依刑法公共危险、妨碍公务及毁损罪嫌移送侦办，另针对涉及多项交通违规，撤单举发。警方表示，姓李的查甫人讲，因为家己无下安全带，才会遭互关警约，所造成危险驾驶、驶电导向、红灯正罚等6项交通违规。除了爱食75000块红单以外，驾照嘛爱吊扣6个月。记者柯家族柯超勇高雄场报道。